来看主计总处估算，今年台湾人的平均 GDP 是美金38000外块，明年可能会到4万1。韩国嘛有估算，因今年的 GDP 是37000，这是咱台湾人22年搁再赢过南口。上大原因可能就是台湾的半导体。 过22年的时间，台湾总有超过南韩啊。南韩政府则是公布，南韩2025年人均 GDP 推估是37430块美金。台湾主计总处进前公布，台湾的人均 GDP 将近4万块美金，来到38066块美金。这是台湾过22年了后头一摆超越南韩。 AI 半导体成长的快速，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会到4.5左右，韩国大概只有1%，包括你的 GDP 增加快，币值又升得比较快，今年就有机会超过韩国。 学者分析，台湾电子光学出口成长，占台湾出口成长率可能增加7-8成。也电子光学成长，如果大部分以 AI 晶片伺服器甲半导体相关。尽管半导体占台湾出口将近4成，不过半导体就业人口敢若占台湾就业人口的7%，迄是产业发展无平均。面子上是有光，真正能够享受这种好处的只有少数的国民。我们的经常性薪资啊，跟税后经常性薪资啊，大部分的国民都很少，远低于这个韩国跟日本。 要注意的是，台湾可能正面临劳动力流失的危机。根据内政部统计，台湾头一波囡仔大出生发生在1958到1966年，9年中间诞生378万人，这人对2023年开始退休。第二波囡仔大出世的时阵是在1976年到1980年，大约289万人，可能在16年了后，还有另外一波人会退休。以这两波退休的人来看，估计台湾可能有667万人退休。 检讨目前劳基法的强制退休年龄的限制，至少让那些还不想退休的人，不会因为企业强制我退休，那我就要离开职场。学者认为，因应经济人退休的这个时间即要到啊，也还有囡仔生少的问题，政府不妨引进外籍人力，也是经由自动化 AI 减少人力的需求，同时思考安怎善用，继续想要工作这高龄的人力来代替少年人的劳动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